結有限公司 Alpha Hygienic Company Limited。我哋成立於2016年，品牌創辦人 Nicholas Yim 嚴紅宇院士致力於研發全天然健康產品，推廣先進嘅女性私密護理理念，為各年齡層女性嘅健康保駕護航。Alpha Hygienic 嘅品牌信念係美麗基於健康，健康始於衛生。作為各位美麗健康嘅把關者，我哋更肩負起推廣正確保養健康嘅教育工作，期望各位喺保養嘅路上唔再走冤枉路，俾 Alpha Hygienic 同你同行，輕鬆擁有優質嘅純天然全方位保護。我哋致力搜尋一啲真正安全有效嘅產品，俾廣大消費者認清市面上各種產品嘅成分以及效用，為自己嘅身體健康作出最適當嘅選擇。每一項自家品牌系列產品均保證冇防腐劑、冇添加劑同埋不含糖，孕婦同埋糖尿人士者均可安心食用，同時亦都通過本港同埋國際嘅檢測，給予你最大嘅信心。產品成分均經過科研團隊數年檢測試驗，確保產品發揮最大效用。生活忙碌更加要保持健康，俾我哋作為你健康嘅守門員。未來我哋會努力研發更多新產品，令你能夠時刻保持最佳姿態啦。每款產品喺投放市場前都會經過嚴格嘅審核，我哋對進口產品嘅實用性同埋安全性要求非常高，力求俾消費者帶嚟最安全、最有效嘅產品。此外，我哋亦承諾為所有顧客提供最真實嘅信息同埋最專業嘅建議，讓所有顧客都能夠用上最適合自己嘅產品，將健康帶返屋企。